老化。UVA 咧你就冇乜感覺嘅，不過係你頭號殺手。來到香港，你會去哪裡玩呢？嚟到香港最緊要就喺山頂睇下風景，可以去淺水灣游下水。如果仲未覺得夠喉嘅話，不妨試下去沙田，由沙田沿住城門河踩單車去大埔，風景相當唔錯㗎。不過戶外活動嘅時候，記得要做好準備噃。教主話你知，第一件你唔可以忽視嘅事呢，就係我哋接觸到嘅紫外線啦。紫外線咧有分兩種㗎噃，一個係 UVA， 一個係 UVB。UVA 咧你就冇乜感覺嘅，不過係你頭號殺手，會令你老化，佢會令你容易鬆弛啦、下垂啦，同埋皺紋會特別多嘅。而 UVB 咧，你會有感覺。太陽嘅光線會令你覺得比較輕啦，佢會灼傷你嘅皮膚，令你皮膚容易變紅啦、變黑啦，甚至冇脫皮㗎。所以你又要注意第二個千祈唔可以忽視嘅重點啦，就係要用物理性嘅防曬。物理性嘅防曬會有啲白色嘅遮光粒子會黐喺我哋皮膚嘅上邊，就好似開咗好多把遮，將啲紫外線折射走。我哋再喺戶外嘅時候就可以做到全覆蓋啦。全覆蓋嘅意思就係擋到 UVA， 亦都可以擋到 UVB。各位智慧嘅朋友，用美麗富養自己，打造獨一無二嘅鑽石光芒。